咱细汉的时阵，拢捌耍过办公会啊。这款运用身躯边画物件来做主体互动的，也是台湾这几年较接看到的表演形式，互人叫做物件剧场。台北戏舞馆的台北的舞戏馆除了有办特展，也互民众了解到这款演出形式，也招剧团来分享因去到欧洲表演艺术交流的经验。 阿姆斯特丹的整个沿海河域的风景这样子，然后它每一个图片，就是你随便拼接都可以拼起来。主题上无有100年的招牌古董，这是囡仔人剧团去荷兰收藏回来分享的物件。另外，嘛有对比利时买到的火车，其实7套米也通正做表演的主体。这嘛是这几年较有看到的形式。台北舞戏馆也邀请有在做物件剧场的囡仔人剧团，来甲民众分享去年因伫欧洲表演交流的经验。囡仔人已经7岁啊，为什么阮叫囡仔人？就是阮上要甲迄个囡仔佚佗的心放入来迄个创作内底。他们诉说故事的方法其实跟亚洲区的诉说方法很不一样，它会回推到我们整个生长背景。透过我看到的这些东西，我把这些东西整合回来，变成自己团内的东西，那去创造出一个属于台湾的。 台北舞戏馆也办一个算米仔的特展，介绍不同国家的物件剧场，有用军兵红也是风度面具来反思战争议题的艺术家，嘛有用米仔创造出来的美观剧场。官方希望让民众了解讲，透过米仔安怎去表现情感、思想，也是批判等等。这个展览为什么叫做算米仔？就是咱对细汉阵办公会嘛，咱拢会去算一寡有诶无去了解讲你搬别个人。 你嘛当用你生活当中看到的这物件，还是物仔去表演，因为你看到伊会连甲你的平常时的生活的记忆有一个牵连。台北舞戏馆在特展当中，也特别小介咱台湾有在做物件剧场的剧团，互民众熟悉。官方表示，这个特展拍算是展到6月28，希望招民众来了解算米仔的趣味甲深意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